祝礼佛对文化还有故乡土地的热爱，透过文字表达出来，每本后年读来係會起到動感通。嗰首林先生是製作大體小房嘅專輯，用音樂同祝禮佛來致敬。另外，中央大學天文所和特別同一粒新發現嘅細行星，原名就係祝禮佛。外本祝禮佛嘅精神同貢獻遠見本人看到。山平雲湧高水，山高北南無西東。數強強嘅彈彈樂器，告訴林生祥同強鬆嘅衝出立身農場嘅建功事蹟，有強山有素養，還有演練為美濃風光。看起來基本上唔過意思同什麼歌詞，講嘅係祝禮佛嘅文化世界，呢係祝禮佛精彩嘅一生人。祝禮佛嘅文學作品對我嚟講，搶眼嘅名義是個米飯。做唔得下回都安尼，感覺飯啊哈，扒位都直接吞一下，一天熬伊，一個好嘅米，慢慢地熬嘅時間也嚼勁，也甜味都會走出來。因為如講啊，應該我哋南部嘅成年禮應該會送伊登大嶼山，伊面對到伊人生最重要嘅抉擇的時候，伊喊你去下回路伊登太湖山，登喺太湖山，路結下人生最重要嘅一個決定。樹峰下定年年嘅筆記，5年前為到紀念祝禮佛過生50週年，林生祥老祝禮佛文史都紅已經寫咗音樂，前面祝禮佛嘅來嘢，鍾天明、鍾鐵軍亦等人來寫詞。另一個自家加工改造樂器，未係為完整來表現創作本地嘅內涵。因為祝禮佛嘅文化地位嘛，有談到書香機那條歌嘅啊，啲面攏係咧創客化喲，唔係創好多喲，書香機創客化嘅版本，好，故所以佢話如講啊，那個係另外其中一個重要嘅切入點。林生祥講，佢人生當中嘅頭一出電影，就係祝禮佛作品改編嘅電影《影響人》。祝禮佛冇認真평通實質，係你堅持為創作，未影響其當成。希望打幫音樂這個創作嘅方式，用冇強樣角度好好來體會祝禮佛嘅文化精神。祝禮佛作品唔單將對語文嘅後輩帶來動態影響。2012年，中央大學綠林天文台發現嘅細行星，就係用祝禮佛來命名嘅。安尼全世界都看得到祝禮佛對台灣文化嘅貢獻。祝禮佛先生他在台灣的文學，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，就整個台灣的文學，他記載了大概他的一生的過程，也有他的很重要的時代背景。一粒全世界頭一擺用客家作家來命名嘅細行星，對強用未客人嘅中央大學天文所教書入院線來講，含有當重要意義。主持啲媒人呢亦告訴，此世為到一套書是帶過眾多無強用國家，唔過見看到祝禮佛創作，佢就將看到嘅影響。那我知道在台灣美濃有個地方都是客家人，我就覺得很有趣了，變成這個地方就變成我的原鄉我要去，我就要想想看，到時候是發覺有這個祝禮佛這一位先生寫這麼多有趣的事情。各種無享用兩位嘅民眾都用自家特別嘅方式同祝禮佛致敬，每重新來解套來詮釋祝禮佛對大家帶來嘅啟發，就從啲河海渡空來去嘅細行星，有人還做得啲也看到祝禮佛是為了愛填補暗夜美氣，勇敢快創未來嘅冒險精神。我知道的他會不會局限在美濃這個地方。我覺得這是一個，也表示我們不必要就在局限在台灣這個區域裡頭去。客家新聞林建佑製作，綜合報道。